人到中年，你係咪覺得自己日日都好似開咗自動導航咁啊？搭港鐵成日出錯閘，老婆講嘢你猛咁點頭，係啊係啊，但其實一句都冇聽入耳。原來呢種大腦日日摸魚偷懶嘅狀態，先係你極速衰老、生活變到淡過水嘅真正元兇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哈佛大學教授經典著作《Mindfulness》入邊有一個超反直覺嘅研究。教你點樣幫個腦重新開機，打破中年僵化，想踢走悶蛋生活，重新揾翻人生嘅熱情。麻煩你幫手撳個 like 同訂閱，我哋即刻開始。第一個心理陷阱就係無心狀態。講真，去到中年，你係咪覺得日日好似開咗自動導航咁啊？你有冇試過搭港鐵返工，全程耷低頭撳手機，出錯閘嗰下先突然醒覺？咦？點解我會喺將軍澳㗎？又或者老婆同你講嘢，你對眼望實個電視機，個嘴就自動開啟 Auto Reply 功能，猛咁點頭話好啊好啊，係啊係啊。到第二朝，老婆話尋晚話買個幾萬蚊嘅名牌手袋，你話好喎。嗰陣時你先知大鑊，連副身家都俾個自動導航盜走埋。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Alan Langer 話呢種狀態叫 mindfulness 無心狀態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我哋去到中年，覺得自己食鹽多過食米，大腦為咗慳水慳力，就會全面開啟慳電模式。於是我哋就會跌入另一個心理陷阱，叫分類嘅僵化，即係一見到某樣嘢，個腦就會即刻幫佢貼標籤，完全唔會再用腦去思考啦。例如社會話俾你知，中年人就係體力差、記性差噶啦。你知唔知最恐怖係咩啊？一旦你個腦接受咗呢個人設，你啲行為就會自動配合演出噶喎。即係一過咗50歲，你就不自覺咁着起件亞伯神運背心，行路自動慢半拍。但一見到茶樓，就突然爆發，衝入去霸位。你以為真係歲月催人老啊？錯啦，根本係你個腦入邊有個無良導演喺度大嗌 Action，請你扮演一個阿伯。然後你就要乖乖地跟住個劇本做啊。靚牙教授提出咗個核心概念，叫過早認知承諾，聽落好似好深奧。講白啲，即係你以前撞過一次板，然後就同自己發毒誓，話成世人都唔再試。呢種情況喺我哋香港中年人身上，真係日日都上演緊啊！舉個例啊，你可能廿幾年前學唔識用某個電腦軟件，你就同自己講。唉，我天生就係冇電腦細胞，一掂嗰啲電子嘢就自動投降噶啦，都係留翻俾嗰啲後生仔搞啦。大佬啊，你當年學唔識嗰部係要打曲嘅386龜速電腦啊，依家部智能手機篤兩下就搞掂啦喎，連樓下阿婆都識得用 app 買餸啦。又或者對住另一半，唉，我老公隻臭脾氣，由拍拖到依家都咁爛，呢世都冇得救噶啦。嗱，呢啲說話聽落去好似好閒。但其實殺傷力極大噶。當你一講出口，你個腦就當自己收咗工，即刻光速落閘，停止去諗任何解決辦法。點解？因為你已經對自己承諾咗，我係做唔到噶啦，佢係改唔到噶啦。結果係點啊？你就親手將自己人生下半場變成一套無限 loop 嘅無聊重播劇咯。嗱，靚牙教授喺書入邊千叮萬囑提醒我哋。個世界係流動嘅，人同事分分鐘都喺度變緊。你試諗下，廿幾年前你學唔識某樣嘢，可能根本唔關你事，純粹係當年教你嗰個阿 Sir 廢啫。又例如今日你老婆黑面發脾氣，你個腦自動波覺得，唉，佢又嚟料啦。但分分鐘佢今日火滾嘅原因，同廿年前完全係兩回事喎。以前可能係怪你冇錢買樓。今日可能純粹怪你冇記性，買錯棵蔥啫嘛。所以話打破呢種死牛一面頸嘅盲目確信，唔好下下都覺得我老婆實係咁噶啦，就係我哋中年人重獲自由嘅第一步啦。講到呢度，為咗證明主動心態真係可以救你一命，靚牙教授喺70年代做過一個震撼醫學界嘅盆栽實驗。嗱，呢個結果呢，我強烈建議所有步入人生下半場嘅朋友，一定要擔定凳仔，金睛火眼聽清楚啊！嗱，教授當年去咗間安老院，
將啲老人家分開咗兩組。第一組老人家呢，哇，簡直好似係皇上太后咁服侍啊！姑娘同佢哋講：嗱，你哋乜都唔使理，我哋包辦晒。房入邊個盆栽呢，我哋每日幫你淋水，你哋硬硬腳坐喺度嘆世界就得噶啦。聽落係咪好筍先？呢種飯來張口嘅日子，簡直係我哋夢想中嘅退休生活啦。咁 B 組老人家又點呢？姑娘就將責任掟翻俾佢哋，叫佢哋自己決定着咩衫、睇咩電視，仲有喎，房入邊嗰盆植物交俾佢哋自己照顧，幾時淋水自己搞掂，即係叫佢哋做翻阿四咯。幾個月之後，你估個結果係點？成班醫生嚇到下巴跌到落心口啊！B 組嗰班要自己揸主意，要孭起少少責任嘅老人家，唔單止精神好過 A 組，個人仲開朗咗好多。最誇張嘅係1年半之後再查，哇！B 組老人嘅死亡率竟然只係 A 組嘅一半啊！你話死未？原來日日攤喺度等人服侍，無所事事，真係會加速衰老噶。所以話呢，唔好成日望住個天等退休躺平啦。揾啲細務俾自己煩下啦，呢個就係掌控感帶嚟嘅強大生命力。你要有啲嘢煩下，個人先至會有生氣，擁抱不確定性。講到尾，點解我哋去到中年咁驚改變呢？因為我哋覺得所有嘢要盡在掌握之中，咁先有安全感啊嘛。但 Mindfulness 呢本書帶出一個極度顛覆嘅觀念，原來絕對嘅確定性就係搞到我哋個腦退化、心態變老最大嘅元兇。當你覺得自己份工合埋眼都識做，對住頭家已經了如指掌，覺得老婆一擘大口就知佢想餓咩，哇！你個腦仲唔即刻熄機停止運作？結果呢，咪就係兩公婆坐喺梳化，好似兩尊喺客廳風塵嘅兵馬俑對望咯。相反喎，Langer 教授鼓勵我哋去擁抱不確定性。好多時我哋遇到中年轉行、被炒魷魚，或者仔女大個搬走晒，得返兩公婆眼望眼嘅空巢期，大佬第一時間一定會覺得好彷徨。但係如果你轉個諗法，將死啦我都唔知點算好，轉化為咦有危先有機喎，間屋終於清靜晒，冇網管。終於可以盡情開大個喇叭打機追劇啦！當你咁樣一諗，你個大腦就會即刻活躍起嚟。記住啊，不確定性絕對唔係洪水猛獸，佢其實係一個最佳嘅契機，強迫我哋打開五官，幫個腦重新開機。當我哋肯放低身段，認一次低位，承認自己原來唔係乜都知，我哋個腦先有吉位去裝新嘢。呢種唔扮代表嘅態度，正正就係我哋中年人最需要嘅心意更新啦。嗱，咁現實中點練呢？哇，你估要上大帽山試過，定係去少林寺掃地練功啊？其實唔使搞咁大壇嘢，你只需要喺日常生活做一件事，就係主動去揾啲新鮮感。喺度整合咗3招俾大家，聽日就可以即刻試。第一招，喺熟人身上揾盲點。今日出完街或者收工返到屋企，試下靜靜地望實你對咗20幾30年嗰個老公或者老婆。記住啊，係帶住温柔嘅好奇心咁望，唔好閉起對眼當人賊咁扮啊！試下揾出3個你以前從來都冇留意過嘅細節。咦，原來佢發脾氣嗰陣，左邊鼻哥窿會撐得大過右邊㗎喎。原來佢笑起上嚟，眼角嗰條火車軌深到可以夾死隻蚊喎。就係呢啲無聊嘅好奇心，分分鐘可以救返你哋悶到抽筋嘅老夫老妻關係，就當係重新認識對方啦。第二招，打破做慣做熟嘅死板習慣。聽朝去到茶餐廳，當個伙計行埋嚟問老細係咪照舊啊？聽日你可以好肯定咁答佢，唔照舊啦，今日轉做鮮茄牛肉通啊。當你一唔按常理出牌，你個大腦就冇得繼續自動導航。焗住要即刻醒神，狠狠咁操 fit 你個腦嘅靈活度。第3招，戒甩趕客心態，去享受過程。年輕嗰陣，我哋日日做乜都好趕咁，去到人生下半場，試下慢活少少啦。沖杯咖啡，唔好當自己茶水間嘅阿姐，3秒鐘飛杯即溶咖啡落肚就算，又唔係趕住食藥。試下聞下啲香味。
感受下隻杯嘅溫度，將啲注意力拉返去正在做嗰件事度，放慢啲，個腦先有空間去感受生活。總括嚟講，Mindfulness 呢本書最正嘅地方就係話俾我哋知，衰老從來唔係一條直衝落山嘅滑梯，只要我哋肯擘大對眼，主動去發掘身邊嘅新事物，拒絕俾過去嘅經驗綁架，我哋嘅大腦同心態係隨時可以撳個 reset 掣㗎。生命嘅下半場最得人驚嘅，從來都唔係甩頭髮同大肚腩，而係你個腦變咗一嚿化石啊！希望大家每一日都可以保持心意更新，用全新嘅眼光去睇平凡嘅每一日，奪回屬於你自己嘅掌控感。嗱，你絕對有能力為自己寫過一個生猛又過癮嘅人生下半場劇本，你話係咪先？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講中咗你，或者聽完有會心微笑嘅，記得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日日呻悶嘅朋友，等大家一齊醒下腦。我係書豪，我哋下集8分鐘一本書再見，拜拜。